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县菇类生产合作社，有一批外销到美国的金针菇，和美国验出有致命的李斯特菌。经过清查，这个产品是来自台中一间农场的西螺分场，是毋是有影响到国内金针菇的市场呢？记者是实地到市场了解，摊商讲影响无介大。 台湾外销到美国的金针菇，去美国卫生机关检验出会致命的李斯特菌红回收。经过调查，产品是为台中一间农场的西螺分场来的，就惊影响买去。市场紧提出检验的报告来驳回。这个菇其实用真空包的话，其实它的保存期限是很长的。因为产品来源是台中一间农场的西螺分场，出口的公司伫咧高雄，业者第一时间伫咧人面前公开回实的。不过这批产品的配合，敢有伫咧国内卖，佮伫咧调查比对，实际来到市场，金针菇嘛是有也买去，啊民众的反应无同款。我还是会买，不会担心，吃该吃还是要吃啊。 农粮署讲，国内菇类产值超89亿，外销以金针菇、香菇为主。李斯特菌72度 C 地当红杀死，所以民众免受过烦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